山歌冲来闹连连，乡下堂歌来结结。好的路前边留下了树。菊脑歌，然后第讲细细一定要闭住眼，会不会很精彩的故事呢？我细细时节唐老人家讲过啦，因头摆出口当道的种路到日本，不过菜庄姜路当辛苦啊，因为好的种树到北部的深山地度，佮种树又高又大呢，你一天到刻上去，长地嘅种树品质嘅好坏啊，接还冇有人跌下来呢。佮当危险的工作咧，就因为危险，工钱就高啊，故说当道后生人上涨到山度去做农田，其中一个目标就讲等钱存来，就政府卡土不娘供生人呢。你家谈的是菊脑歌嘛？其他行业没有这个山歌。佮当然啦，你看佮唱船有唱船歌，砍柴有砍柴歌，开担有开担歌。我记得细细时节人木卡附近有上海阿伯，叫上海歌。啊，上海还有山歌。前世无受秋黑爱，无头无路不皮海，再度含得朱毛索的头那表带清凉来。真经老上海这种动作还有姿态全部冲出来呢。你看老人讲，我们是堂歌剃头师傅唱的山歌哦，然后我起一只音讲到剃头，我就讲立你出头，你爱凉。有时拄到个富士谷，带马落地雕树桩啊！嘿，正经呢。其他行业按听起来、唱起来的山歌，真经一神奇呢。不过，你今日分享的全部老劳力有关系山歌，佮做文职工作的有山歌吗？当然有啊！就介绍了唐一首十项公务人员，听一下记得的欣赏。向面是中难，我已来做公无人，什么地有安天，来比做公有卡样，弟兄爱做。
嘉义市设想公务人员呐，迄到1967年客家歌谣专辑地表特别选出来哦。好得来的老唱片，保留头摆你生活的回忆咧。今比可能当道嘅行业嘅介绍啦其实你看雅士台真嘅老头摆无共样嘅，也系装废铁你就是只木铁买新的啦，唔想可能你救某一群障碍师傅障碍啊最近也乃看得到开单的铁条石，还有卖命的路灯，好彩咧在后堂的山歌保留美好的回忆咧。讲到客家族群嘅路通最吉上到嘅即个菜茶，故说今日节目嘅最后我弹一首美浓天气嘅小调《过去菜茶》。各行各业嘅成果，当唱不管做哪行都当忝，都无按改，也就人讲嘅做一行厌一行。不过有时想想，就会因为大家都坚持自家嘅头路，才会有按道嘅感想。简单朴实嘅唱词后背，描写係印尼老祖先最乐观、勤俭、认份嘅生活态度。乡亲朋友，印尼很拜见。